2023年最会转圈的2个人。她是有着笑容魔力的玉念小生，她是摇摆着曼妙身段的金镶玉。这对军销组合呈现了一种很新的越剧。越剧《新龙门客栈》沿袭了武侠电影风格，但每一位江湖中人都是由女生扮演。在陈丽君的身上就看到了那种现在可能大部分的内娱当中所体现的古偶剧啊、偶像剧当中，所没有看到的那种干净、那种漂亮、那种帅气啊，就是女扮男装独特的那种美，可能替代了一种观众欣赏审美当中所缺失的东西。当年陈丽君从花旦改学小生，这一改成就了如今的老公姐。那个时候改的会比较不情愿，我其实还哭过的。但是我们老师就是最后一次，我第3次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当他很严厉的告诉我你要改小生的时候，我的防线就破了。陈丽君爆火后，全是女生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为走入观众视线的新女团。他们的选拔标准是什么呢？要漂亮，声音好听，还要扩大视野范围，观摩拓宽自己的视野，让自己有更多的站在越剧的这个点上，但是我的眼睛是看在别的地方的，或者我从外围来包裹，再来审视越剧应该怎么来发展。新龙门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爆款了？我相信它一定是跟当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越剧《新龙门客栈》参考沉浸式音乐剧进行剧情互动，比如表演到搜查时，演员就会走到观众席，对照画像找起人来。你起来！不想不想，坐下。你起来！嘎好宽嘎。你男朋友吧？鱼啊，坐下。演员表演跟空间表达，跟所有的东西，舞台上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体的，它缺的哪一样都不行。其实设计师所创作的一些空间表达，它其实就是希望观众能认可。新龙门它属于环境式戏剧。让观众坐在演员的边上，就打破我们所谓的镜框式舞台，让观众跟演员更近了。镜框式舞台它会比较淳朴一点，比较传统。所谓的传统，就是后面是一块布景或者画天幕，或前面的一桌2椅，这是最原始的、最以前的。但是慢慢在变呢，其实它就是根据当下的一种科技工艺艺术跟中国审美艺术创作融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有新的不一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它这种创新呢，其实是越剧我们现在还没有过的。舞台变了，人物设置上还埋了彩蛋。剧中7个角色只用了6名演员。龙门客栈的话，其实一开始呢，像精简人员，我们毛维涛老师呢，他就把千户和曹少卿希望同一个人去塑造出来。装扮上，我是要从头换到尾。新龙门客栈总共的演员也就7个，人很少，所以我的音乐的体量不能太庞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所有的配器、所有的音乐思维就要朝这个走了。特别是现场的3个演奏员，一个是打击乐手鼓，一个是笛子，一个是琵琶。正由于是这样的思维，所以到新龙门客栈它呈现出来的音乐的样式和特质就区别于其他的剧目了，它反而有自己的个性。音乐也变了，视觉空间也变了。你老是在大漠荒野里，审美要疲劳的。
当时我就跟编导说，我们想要在里头有一点江南的元素，所以特意把邱莫言设置成了杭州人士，然后有一场戏就是开始忆江南。乌侬软语配上大漠孤烟，演在西湖边的新龙门客栈特意加入了武戏，主打一个反差。我们借鉴了话剧和影视剧的表演模式，真听、真看、真感受。对我们的那个打戏来说的话，我跟曹少卿还有金镶玉他们的一个3人对打，我们都是直接性的一种反应，就是要真实的去感受。粤剧《新龙门客栈》打破了舒适区，更是冲出了粤剧的象牙塔。购票观众年轻化，35岁以下的比例超80%。制作团队也大量启用年轻人，比如迷倒全网的老公姐扮相就出自90后化妆师的爆感。我记得我刚刚到了小百花粤剧团，参加第2场演出，我就给陈丽君化妆，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春香传》。那次说实话画的不是很好，把陈丽君从05的位置一下子换到了最后一排。从那次之后，我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好好去学习这一块。观众和我们从业人员，他是必须要匹配的，这个时代当中才有你的印记，这个剧种的印记。毛维涛说过，我们一定要前进的，并且要遥遥领先，但一定也不能忘记自己从何而来。不少陈丽君的粉丝考古时发现，她有10余年的舞台经历，演出存货挖也挖不尽。就像已经走过40年的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太多跟我们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更小的青年的演员，其实是我们这么多年所有人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会看到，突然小百花出现了一种比较崭新面貌的剧目，其实它是有积累的，它就是那么一个戏一个戏的排过来的。舞女拜寿、立团、百花齐放的时代，陆游、西厢记、新两组，他一直在尝试，他在渐变。到10年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像量变。在小百花能够有今天这种状态的呈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就像蔡老师现在对我们年轻一代就有新的要求，你们年轻人这一代做好了，那小百花以后还会继续好下去。如果我能够让更多人因为我去认识到粤剧，走进粤剧，甚至说喜欢粤剧、热爱粤剧，那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荣幸和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希望君君更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君君，我爱你。我们3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们是军校领进门，爱上每个人。小百花所有演员都很精彩，对毛老师很佩服，带动了很多年轻的一辈去喜欢我们传统的戏曲。